我们从头，我大概很快去讲一下啊，就是怎么去做那个造句的这个练习哦。我呃，我们上次是咪型的动词字根嘛，那各位看一下这个 PPT 哈，咪加后面一个动词字根，阿拉是动词，米阿拉。那我们来看一看，说这个米阿拉我们要怎么去让它变成，这个是主动动词嘛，米阿拉，它是一个主动的动词。如果把它变成祈使句，这个咪它会变成 比阿拉就会变成去拿的意思哦，它是祈使句，有去拿的意思。所以我们的整个练习的例句哦，我们就拿这个比阿拉当做字根哦，它虽然是构词，那我们现在把它当做字根，所以我们来看看，如果前面这个比阿拉前面再加一个前缀，加一个萨，达比阿拉就是会变成拿的工具方法，对不对？那如果是加巴呢？所以这个把平的认识，平的认就去看。那把平认是什么呢？就叫谁去看，看什么？后面可以加一个受词，就做下这样的。好，句型3我们来试试看哈。快一点，如果没有句子，我就挑句型4哈。我们来试试看，就是用句型3的例子。然后我刚刚有把这个动词的字根已经贴上去了。如果后面还有来的，我再贴一次这样子，我贴2次哈。咪型的动词的字根。好，那个我们在边想句子边写的同时哈，我想就是有新的同学再理解一下哈。这个咪能能，一般这个咪跟 b 它常常会关系的哈，就是咪能能是主动的动词，是在看啊，不管是任何一个动词啊，只要是咪型的，是在做什么事。如果要变成其
好，看来我们的句有人会写吗？Papineneng si ina kita 好。Tapi karat cimama, tapi karat cimama tuatsu tura mata kawai. 他好像是用咪耶。哦，好，我改一下，对不对？笔误对不对？那个如果说像马达嘎外这里会变成那个被偷的什么东西？被偷的东西会，因为这个达告它是咪型的动词，所以它如果前面改成妈，它会变成被动，所以是被偷的。马达嘎外被偷的任何东西了，马达嘎外啊。好，我们再请 Alex 来念一下你的写。Papi karat si mama tua就tura mita kawai，爸爸叫狗去咬小偷。好，达高外小偷，我不知道小偷有阿美族的专有的名词哦。我们线上有诸位老师，如果有小偷的专有名词，也可以提供一下哈。我自己不知道，如果我要叫小偷，会说米达高外阿当道，就是说在偷东西的人这样的。好，我们先请嘎造来念你的例句啊。哎，那个嘎造是不是有讲话声音很小声？要我帮你念吗？对，我这边很吵。好。谁去扫？那可给答案是部落的领袖嘛？我们请巴里尤斯来念一下的例句。Tapi cari Mama Ichimuraan untuk find Mafia apa cara 借邻居的机车。好，谢谢。比杂六是减嘛，所以它我们可以这样想哦，那个如果有比较不熟练的同学哦，到底是哪？就是如果你要使用我贴出来的这个动词以外的动词哦，你就这样想，这个到底能不能用把比然后加动词哦？你就回头想那个第一个句型，这个它到底是不是咪的？
像这个啊，比如说杂六，它已经是杂六，那它就可以使用巴比杂六，就让谁去借啊？爸爸叫他，或是让他去借邻居的机车哦。金拉案，金拉案是第三人称哈，多多拜必要邻居哈。好，还有例句吗？这个其实比较简单，去形3哈。那如果还有没关系，待会你也贴下来。我先往下啊，我们先来看去形4。好，那我先请那个好了，智慧老师来念一下你的例句。Papilipat kusingsi itakuanan amisking tusuan novina zaran。老师鼓励我考主语认字。好，谢谢那个智慧老师的提供哦。Papilipat，是什么？加油 ！lipat 努力有没有也有没有那个用力的意思？把 lipat 有吗？努力也有用力的意思。使劲。这个很好用哎。那个谢谢这位老师的提供哈，以前都没有想到哈。Papilipat 信息打关呢，老师鼓励我哈。Papilipat 信息打关呢，那什么事呢？它中间加了一个那个连接词哦。miskin 都说了 no， 变成zaran。好，那当然是族群嘛。族语的 suara novitaran 是族语啊。那 skin 就是考试，所以我们就把它现在的族语的考试，好像就只有一种，就是族语的认证，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当做就是族语认证的考试啊。好，那我们先来看去形4哈。我先来念这个例句哈。Irumahku pinangan aku 17。Irumahku pinangan aku 17。好，句型4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构词这个地方哈，一样也是 pinangan。哦，我记得哈，还记得哈，我是用 pinangan 哈 ，pinangan 是祈使句 ，pinangan 是去看哈。或者是要看，pinangan 去看要看，如果后面再加一个 an 呢，整个就变成时间或地点 pinangan 时间或地点。Irumah pinangan， Irumah 在家里，我看的 Irumah pinangan aku， 我看的地点。我看的地点在哪里？在家里啊。那看什么呢？我住家。比如嘛，所以那个中文翻译到底是地点还是时间，就看你写这个哦，你放的到底是地方副词还是时间哦。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自己就会改变。这个蓝色这个，你就会自动的去做更换哦。如果他给的是时间段，那就改时间。我看书的时间是在什么地方这样子。好，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好，请我发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对，di Widitan Pikalitan rumahku tutup siap。大致地点在学校。好，谢谢。Ipitilitan 是学校。Ipitilitanku Pikalitan rumahku tutup siap。Pikalitan 好 ，PAN 哈 ，Pikalitan。它那个你看啊，其实这个 Pikalitan 其实也是构词，跟个 Pikalitan 是一模一样的构词的方式哈。我顺便讲哈，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了哈。delete 是什么？名词的字根嘛。delete 就是变成动词哈。delete 本来是名词，是字的意思啊。delete 就是去写，要写，后面加个 an 就是写东西的地方，就变成我们就理解成是学校哈。
那如果它也可不可以是一个地方啊？就是写字的地方也可以，就看你的句子怎么去做结构。好，我们再请小赵来念你的例句。小赵要帮你念吗？我直接帮你念哈。Isfiku ashikan ni panai. Isfiku bi ashikan ni panai. 好，panai 打扫的地点比阿西干扫地的地方，打扫的地点在 Isfi 哈。好，接下来照哈。好，我们再请同学来练习哈。比马难，看看有没有别的会产生有趣的句子哈。好，继续选哈。那我们先来看句型5。句型5如果是比能前面改成沙呢？好，我们先来看哈。沙比能是用来干嘛的工具，或者是材料用来干嘛的工具或方法沙比能哦。那如果是后面再加一个 an 呢？沙比能案就变成就是想要的意思哦。那动词是什么？我们就是如果是能就想要看，沙比能案，沙比阿扎案想要买，就会变成这样子哈。我先来念这个，沙比能案卡过的主大。Tapi bawahan Ratu bawahan。我们上一次有谈到这个bawahan哦，如果撒的份可不可以？我好像是在哪一个会议哈，有讨论到这个那个门哈。我先来解释一下哈，萨比bawahan bawa是打开嘛哈，萨比bawahan就变成想要打开。紧了，第三人称啊，他主格，他想要开什么？开门啊，门是一个受词啊，所以就变成前面一个读法瓦汉，然后这个法瓦汉，法瓦汉啊，
那有的人会用关来表示那个门哦，这边汉是用开的方式来表示那个门，那有的是咋翻，好，这个是额外的哈。我们再请我们线上的朋友继续来写例句哦。Sabi maanan 就是想要做什么 ，Sabi menengan 想要看 ，Sabi bawahan 想要开。好，我们请智慧老师来说一下你的例句。Sabi sekungan kaputofunguh ni safa, awak bertanya lah，我想要敲弟弟的头，他没耳朵。哦，这个是一种形容，对不对？就是说他都不听话的意思。好，其实有了，我们阿美族也常常会这样，就是说，他如果都没有心在这件事上，在他去发入这，然后发入这也可以啊，都是用形容的方式啊。那这边他就说，虽然是感觉好像他没有耳朵，但其实是形容，并不是说他没有耳朵了。这共是敲。敲不是弓，打也可以哈。其实公安想要敲，特别是公安个鼓，我想要敲什么呢？都风我敲头，谁的头？都风我尼沙发。这个如果是用风我尼沙发呢，会不会比较好？感觉好像用风我尼沙发。我不等于你了，因为像我们的习惯哈，可能又部落也不一样。如果是自己的家族的长辈，我们就会用你，是公安的我的风啊，你阿公，特别是公安的我的风啊，你那对吧？你好，那如果是用沙发呢？我可能就会使用呢，或者是如果是人名呢，我你嘎造也是用你啊。如果是一般的名词呢，很多异性啊，那种有异性这样，对，那可能是这个老师，可能是你们习惯哈，对不对？你沙发这个可能是习惯。有的老师会教我说，自己的家人用你啊。我以前我会用你，这是部落的习惯。我用你，后来是有做了一些统整，我自己会改过来，对，我自己把它统整改过来。好，我们先来看那个嘎造的例句。嘎造要把tapi asyikan si panai itu sepi di babazem. Tapi asyik. Asyik 哪里呢？ asyik 什么？读 sepi 哈 ，sepi 就是集会所。tapi asyikan si panai itu sepi. 想要打扫集会所，然后后面它有一个时间哈，一个时间段，所以要用时间副词哈，把正这样子。tapi as 多了一个 a 哈，谢谢卡赵老师。好，还有例句吗？如果还有没有关系哈，等一下你就直接贴上来，然后但是我们的进度我就往下了哈。
接下来我们还是可以回头讲。好，我们刚刚的是延续上一周的哈，是咪型的名词的动词的字根。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妈型的名词字根的使用哦。好，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哦。我先把这个我们待会会用到的这个妈型字根哈，我先把它贴上去哦。稍等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调出来了？这个我现在贴出来的哈是妈型的名词字根哦，待会会使用，所以我先贴各位，你先看，先选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咪型跟妈型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哈？那我现在使用的是这个第一个字根哈，名词 dial 是工作，所以它是属于妈型，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妈加这个 dial 名词，它会变成主动动词哈 ，dial 这是工作的意思哈，dial 是工作。好，那我们比较不会去讲说米达亚了，不会啊，因为它是妈型的马达亚了。那我之前也有讲过说，咪型的这个动词哦，变成主动动词，一般来说它是人的主动的那种动作。一般来说哈，我不是很100%很确定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统计的结果，大部分会使用咪型的动词，它一般都是人的主动会去做的东西哈。那妈呢，它一般来说是表示一种状态了。因为这个马达亚了，它是动词，但是它表示的是一种目前的这个外在的这个状态，马达亚。那我这样说可能还不是很精准哦，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去讲得更清楚、更明白哦。那我们就是先理解一下。好，我们来看哈，这个马达亚如果要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句型一 ，Matayar kaku itaipak。Matayar kaku itaipak。我在台北工作哈，这个台北我们是用这个国语的，应该是台语的这个介词哦，借台语的来用，台北，台北。大家，我们有时候在翻译的时候，这个咪或妈，有时候会把它翻成在啊，在干嘛？在工作，马达亚了，米拿努有没有？在喝水，有时候我们会翻成在，有时候就把那个在省略哦。因为如果我省略的话，我台北工作就会怪怪的哦。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在写上去哈。马达亚了，马达亚了，卡库，我在工作，在哪里工作呢？一代棒。好，这个是最简单的，我们来试试看哦，看看有没有有趣的句子哦。那这个请大家练习的目的，也就是说，大家习惯一下啦，就是不要混用咪跟妈的这个名词。在我们的主语里面，有时候用错了就会怪怪的哈。像这个达亚一定是讲马达亚，不会讲咪达亚了，除非有加词缀，不过这个是属于咪了。我们来试试看哈。我们请赵老师来念你的例句，对，还是我念吗？好，赵老师的例句是 Majidlar Gurumiat Anini Majidlar， Majidlar 是名词嘛？Majidlar 是表示一种天气的状态啊，就是说晴天或者是出太阳、放晴啊。Majidlar Gurumiat 是天气 ，Anini 今天。好，谢谢嘎赵老师。那这个就既然是马吉大的话，所以后面可以很容易去延伸，或者下雨呢？雨是乌拉名词，对，所以就会变成马乌拉乌鲁米亚尼尼，会变成这样子。或者是河，像我们的部落旁边有河嘛，有时候那个天气好跟天气不好，那个河的那个颜色都会变，我们就可以讲马乌明古阿鲁阿尼尼，今天的河很脏。因为为什么会很脏？因为那个山上在暴雨，所以那个河的那个土都流下来，变脏脏的。好，我们请那个乌巴来念一下你的例句。我刚说，你很瘦。好，谢谢马乌嘎数形容词啊，就是你很瘦，马乌嘎。所以这个是你看，也都是属于一种状态哈，马乌嘎。所以我们不会讲说秒嘎，不会，它是属于妈型的哈。所以这个，如果你不熟的同学，就是背一背吧。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为很多你也背不完嘛，就用我那个方法，就是妈的话，它是属于一种表示一种状态。我们请那个 Alex 来念一下。Magagandang itu maulas anu huni， 打雷了，等一下会下雨。好，maulas anu huni， 然后第一句是 magagandang itu， 打雷了 magagandang itu， 可以，这个多我还是听得懂。
学起来啊。那像如果有老师对于像那个马卡格的那一度打雷了，像海岸的海岸阿美语常常都会用那个后面都会加一个爱啊。我们前面有讲到说，说你拿努麦在喝水的人，有时候会讲人哈。那这边可能那就是我们常常会讲一种状态，它是正在发生的，会加 ay 啦。好，我们再看哈，看看有没有例句。如果有例句，就直接贴哈。那我先讲第二个句型。好，如果这个我先来念哈。Pusakatayaraku kuni atsukui。好 ，Pusakataya。我们现在这个动词这边哈，kataya前面加一个前缀哦，sakataya 就是工作的工具或是原因哈，sakatayaraku 我工作的工具或是材料，kuni atsukui。sakatayaraku kuni atsukui 这个桌子啊，kuni atsukui 它会用这个中间加一个连接词哦，kuni atsukui sakatayaraku 是我工作的材料或者是工具哦。所以中文呢，我这边写这个桌子是我用来工作的，我没有把这个写出来了，工具或材料没有写出来啊。但是我们知道它就是一个工具或者是材料来的。好，我们来试试看哈。把达亚前面加一个萨个达亚名词字根哈，然后它是妈型的。好，我们来试试看。好，如果我讲很快或很慢，各位同学可以反应一下，这样我可以调整一下我的速度。像我们的字根，我刚刚贴的这个字根哈，它虽然是妈型的，有时候也有可能哦，在加词缀的部分会不好翻哦。那你写一写看没关系，我们再来讨论哦。我们先来看那个无法的例句哦，请无法来念一下。这个筷子是我用来吃早餐的。Sekarang mendiam kunyah Arabik， 这个筷子 Arabik 哦，kunyah Arabik 这个筷子。Sekarang mendiam， 好，所以这个是变成工具，这是kunyah Arabi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它这个句子很特别。Sekarang mendiam kunyah Arabik。后面指的是筷子哈，那一般筷子我们可能都是把它用成，一定是工具啦，不可能是食物嘛。那如果我讲成这个呢，它就不是工具哦，它可能就是我们吃早餐的内容啊的东西，就变成东西了，会不一样啊。所以要看那个你所表达的句子，还有里面所呈现的这个。意义哈，来去做翻译哈。好，我们来请智慧来念一下你的例句。智慧则是句型一，对不对？好，智慧老师要帮你念吗？马拉隆古巴鲁佐米拉杜比亚斯伊朗。马拉鲁就是伤心，很伤心哈。那我们中文翻译哈，因为我刚刚有讲嘛，马达亚是在工作，
那这个 larum 应该怎么翻译比较好？它是名词吗？还是动词？这位老师，形容词。形容词啊，所以这个好像是后面哦。哦，是后面的。因为我刚说是名词嘛，有没有？好好好呀，好，我拉了，这是名词。嗯，那你这个句子也是对的。马拉隆古巴罗准米拉多比利亚斯美让这样。马拉隆就是伤心了。好，我们再请嘎照来念你的例句。乌萨嘎拉霍，乌萨嘎拉霍尼巴奈乌尼阿西拉。好，老师拼错了哈，应该是 SIRAW 哈，西拉。乌萨嘎拉霍，萨嘎拉霍，萨嘎拉霍。吃午餐的什么？这个就跟那个我刚讲的一样哈，那个搞到老师的这个例句哈，跟刚刚那个无法提供的，就是我们可以去思考他为什么会这样翻哈，因为后面的那个材料不一样。你看哦，这个我们先来看那个嘎造老师的哈，乌萨嘎拉后，然后无法是乌萨嘎拉南哈，都一样哈。乌萨嘎拉后你把那古尼啊西绕，这个腌肉是把奈哈，那你的中文翻译我，这个腌肉是把奈用来当午餐的哈。这个当午餐不能说材料啊，这个腌肉是我来当午餐的材料，也不是哦，那是午餐本身了。那如果是阿拉比呢？阿拉比没有办法当午餐了，所以它就是变成用来吃早餐的工具。这个筷子是我用来吃早餐的工具或者是方式。好，这个比较生疏的同学，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理解啊？如果不理解，直接提出来。我们先来看那个法利尤斯的例句，请法利尤斯来念一下。来，Pusaka uma rumahku guna pisau，这个锄头是我用来种田的。Saka uma，哎，我们这个我的uma前面有没有那个？我没有写。uma前面有没有红色？好，没关系。Pusaka uma rumahku，我用来去田里工作的工具是什么？我拿笔到这个锄头是我用来去田里工作的，所以它是工具哦。好，我们来看，如果有例句直接贴哈，我等下还会来念。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三个句型哈。好，如果是嘎达亚了，前面用巴呢，巴嘎达亚了，也是一样啊，跟那个 mission 的差不多。巴嘎达亚了，是因那伊达关嫩妈妈哈，叫谁去工作？叫我。巴嘎达亚是因那伊达关嫩，巴嘎达亚是让谁使谁叫谁。巴嘎达亚是叫谁去工作。好，我们来试试看哦。这个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就多写了，然后我们的例句可以提供给我们线上其他的在学习的同学啊，来练习。然后如果说有一些争议，或者是说有一些不正确的，我们也可以彼此讨论一下，理解一下啊。把它压了，叫谁去工作？
我们现在是句型3哦，句型3。那我们这个句型写完了，现在48分嘛，这个句型写完，我们再休息10分钟这样子。好，有例句吗？把它打下来。好，我们请吴爸来念一下你的例句。Pagaranan Cina di Tamuanan， 妈妈叫你们吃早餐。谢谢吴爸。Pagaranan， Karanam 是什么？Karanam 是祈使句哦，吃早餐这样。Pagaranan 就会变成什么？是叫谁去吃早餐？那 Pagaranan Cina 一般那个祈使句里面哦，那个发这个命令的人都会在这个祈使句的这个后面哦。Pagaranan Cina， 所以他是以那是发命令的人哦，不管是什么，Pagaranan 或是让谁去啊。Pagaranan 就是让 Pagaranan Cina 妈妈叫谁？Tamuanan 叫你们干嘛呢？吃早餐哦。Pagaranan， 所以这个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延伸了，Pagarahok、Pagarapi 都可以哦。好，还有吗？如果还有没关系，继续写哈。等下再，或者是直接贴出来，我们待会如果有的话，我们再继续讲哦。好，我们先来念那个赵老师的哈，我们就先休息。来，好，这个Pagarahok Cipanai Icinglanan Ipilisan， 好，这个跟我爸的是差不多的哦。Pagaranan 早餐，Pagarahok 是中餐哦。Pagara 不是后考，拉洛不好意思哦。Pagarahlok Cipanai Icinglanan Ipilisan， 把那叫他在学校要努力一点。Pagarahlok因为拉洛是用它是妈型的哈。Pagarahlok就是让谁去认真勤劳啦，勤劳。Pagarahlok Cipanai， 所以把那叫谁勤劳？叫Icinglanan第三人称哦。然后它有一个地点在学校，第3这样子。好，如果有直接贴好，那但是我们先休息，我们休息到8:02分，好，8:02分回来。那事实上，那个线上主语之前，它有专门的那个字哦，叫不顾。它其实还有另外也有另外的，好像是你古里欧来，古里欧三度翻，我们部落也会这样讲，就是说偷偷的牵走、拿走，古里欧偷偷的哦。那可不可以当做小偷？这个比较不太像偷啦，它只是偷偷的顺势的拿走这样，行为上像是偷。但是那个古供这个就比较像是偷哦，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好，那我们就继续哈。刚刚苏贤老师有贴一个句子哦，他叫我帮他念。好，我来念这个句子哈。Pag-umah jika zautu wawa mingra Pag-umah， 我们这个是句型3哈，句型3的句子。Pag-umah jika zautu wawa mingra， 改造让他叫他的小孩去种田，使他的小孩去种田，让他的小孩去种田。Pag-umah、Pag-taya 都可以哈。
巴嘎达亚就是去工作，巴嘎乌玛是去种田。好，那我们来看看那个 Alex 的例句哈，请 Alex 来念一下你的例句。Pagkaputi si ina tu sapa tangsul sa ku sapa sumikai bijumus tu i kaputian。妈妈叫弟弟去睡觉，弟弟立刻跑进房间。哦，好，谢谢。它是一个很完整的句子诶。Pagkaputi si ina tu sapa。伊娜的妈妈叫谁？叫sapa弟弟哈，或者是弟弟或妹妹可能都可以，因为这边也没有指明的很清楚。Pagkaputi si ina tu sapa，叫弟弟或妹妹去睡觉。然后呢，后面还有去补述哈。Tangsul sa ku sapa sumikai mijumul tu i kaputian。Jumur di kaputian， 可不可以？Tangsul sa ku sapa sumikai tangsul sa ku sapa sumikai mijumul di kaputian。如果说有一个度的话，我们先来看，我们从那个主语跟中文来对照哈。那个各位老婆同学哦，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Alex 书的那个例句哈。Pagkaputi si ina tu sapa， 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妈妈叫弟弟去睡觉。那后面这一句 ，Tangsul sa ku sapa sumikai mijumul tu i kaputian。如果说我们这个mijumul tu可能中文翻译这边可能要加可能会要加一个弟弟立刻跑进房间了，我会这样翻，因为有一个度，那个中文会加一个了，就是已经完成了，对，我会这样翻。所以如果说我们从中文来翻主语因为他没有了，弟弟立刻跑进房间，没有了，所以Tangsul sa ku sapa sumikai mijumul di kaputian这样没有度，不会这样写，来参考一下哈。好，我调一下哦，谢谢。那我请智慧老师来念你的例句。Pagkaputi si ina at si mama itamianan， 父母养育我们。Pagkaputi是生命嘛，是持有生命，就是活的意思，说让它活。Pagkaputi ko ina atau mama itamianan。老师，我有修正在底下。好，Pagkaputi si ina at si mama itamianan， 父母养育我们。智慧老师写的句子都可以学习耶，那个大家那个初学像同学可以注意一下智慧老师写的句子，都蛮特别的，就是那个感觉都很现代的啦，比较现代的这种句型。妈妈父母养育我们，所以如果说那个考那个高级、中高级的这个很好用。有一些像要写一些句子的、写作文的，都可以拿来使用。好，那个 Alex 已经修改了好，谢谢你的修改。那我们就往下句型4。好，我们先来看那个构词的地方嘎达亚了。刚刚都是前缀加前面的，都是加后缀呢。其实跟那个 mission 的一样，嘎达亚兰就是工作的地方、工作的地点，或者是工作的时间。那怎么去分辨地点跟时间呢？就看你自己的句型好，我来念这个句型4Itay Pak
代报这个是介词这是地点嘛，所以翻译的时候一定是讲地方或地点。代报故Katayaran我工作的地方在台北，我工作的地点在台北。如果是我工作的时间在早上，所以这个就要改时间一八八正一八八这样的。好，我们来试试看句型式Katayaran拉型的我们使用句型式来做一下练习那如果说拉型的话，还有哪一些呢？刚刚我有发现有新的老师，还有那个同学我再把那个出来我刚才已经贴了就是拉型的名词的字根到哪里？好，我们请我爸来念一下你的例句。下午的时间在中午。Aurastu di Karahokan。di Karahokan，Rahok 是中午嘛Karahokan 中午的时间。Aurastu di Karahokan 下雨的时间在中午。我先想一下你这句Aurastu di Karahokan。如果这句Aurastu di Karahokan，我会这样翻就是中午，其实Karahokan就是中午嘛。就是也可以讲成中午吃饭的时间。那在这边的话，因为这个句子很简单，Maulatu di Karahokan讲的是那个时间就是中午的时候。Maulatu中午下雨了。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句子你看你的中文，下雨的时间在中午了，会不会很奇怪？下雨的时间在中午了，或是中午的时间在下雨了，会不会比较好？对。你说要好像颠倒一下会不会比较好？好像中午的时间在下雨嘛，度在下雨了，下雨了，什么时候？搞得好看，对不对？马拉度搞得好看。嘿，如果要让那个句子中文，如果要让汉人理解，让汉人理解这个中文，可能就是要把它颠倒，就是中午的时间下雨了。好，谢谢范老师提供的句子这也是很特别的句子。好，那个苏贤老师提供一个他说：“苏贤老师，我要念吗？你搞了好干苦，搞了散。”这个就是比较像我们要句型式的啦，比较像我们句型式要写的。你搞了好干，它就是一个时间段嘛。苦搞了散，下午搞了散，这个是那个那。我们来看那个苏璇老师写的这个伊克拉后干古搞拉善，这个搞拉善如果说对照我们这个句型式它这个搞拉善会是这个卡达亚兰这个部分的构词
所要表示哈，对，这是下雨的时间哈，搞了搞乌拉散，大亚烂是工作的，这边是地点啊，搞工作的地点，搞乌拉散是下雨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它前面有一个时间段，一个好干这样子哈。这个苏璇，谢谢苏璇老师哈，可以这样写吗？可以，你的那个中文也是对的，正确的。那像那个大老师写的马拉多伊克拉好干，这个我也是听得懂，可是他的那个中文翻译，这个叫原式的中文，这样原住民式的中文。现在的时间在中午了，我比较不习惯这样的，可能汉人听了可能也不是很理解这个中文。好，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往下啊。我们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以蒙古噶布迪安努带领警察睡觉的地方在警察局。好，谢谢 Alex。那我想请 Alex 可不可以查一下那个警察局的？我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一个专有的名词警察局。因为我查是以蒙，就是撒努白浪这样。哦，是哦，因为以蒙我们是讲，我们白浪是讲以前古代是讲给蒙，就是那个像那个包青天在衙门哦。对，然后可能就借用变成以蒙这样。那带领，像我们部落警察其实很少，几乎没有讲带领，是讲以蒙。哦，这样子，我写一下，我的笔记。不用修正哦，因为这个是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有时候部落使用的那个会比较不一样。哦，你讲带领我也听得懂。哦，好，就是说，可是以蒙在我们的部落都是指警察，所以我这边就有一点搞混了，不好意思。他其实没错，你刚刚这样讲就蛮有道理。它是外来语哈，衙门，所以它是一个建筑物，对不对？就是那个带领聚集的地方，所以就是警察局了。你们嘎夫迪安带领，嘎夫迪安就是我们那个句型的构词哈，嘎夫迪安睡觉的地方。好，我们请谢谢吴克老师，你还有修正，谢谢中午的时间下雨了，对啊，这样我就很明白耶。中午的时间下雨了，好了，多一个好干。好，我们请卡照来念你的例句哈。卡照老师有来帮他念哈。卡法勒丹，好，卡法勒丹。Ikapatan ko kapaliusan no niaro. Ikapatan ko kapaliusan no niaro. 好，这边的字根哈，这个构词哈，构词 Palius 是我们同学的名字哦，就是台风的意思哦。Palius，Kapaliusan 就是刮台风的时间啊。因为他这边是他写的时间段是 Kapatletan， 以 Kapatletan 指夏天哦。就是很热了，就是很热的天气。那可能有的部落的夏天不是这个字哦，可能会讲以 Kajiflanan 这样的哦。Kapatletan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的。Go Kapaliusan。刮台风的时间嘎，然后这个字根卡巴留三时间或地点，但是这边指的是时间段哦。卡巴特丹或卡巴留三诺尼亚洛部落刮台风的时期是在夏天。好，谢谢嘎赵老师。
我们再请智慧老师来念你的例句。Tataak kufali atu orar i kavalyusan。台风天风强雨大。好，谢谢智慧老师。Tataak kufali， tataak kufali， tataak 是形容词哦，就是很大很强。tataak kufali， kufali 是风，风很大。还有什么很大？它后面一个阿杜哦，就是一个连接词哦，和就是风和雨啊。Tataak kufali atu oras di kavalyusan， 这个跟刚刚那个凯明老师的是 kavalyusan 是一样的哈，都是刮风的时间哈。好，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就是搞造老师跟智慧老师的这个他们那个句子差别哈。我先来看那个智慧老师的一个kavalyusan，我们会讲说刮台风的时间，然后呢，风雨可大。如果所以他这边讲是台风天哈，就是台风天指的就是一个台风天指的就是说一个时间哈，因为他这边写它后面有一个天了哈。那我刚刚是讲刮台风的时间，那其实就是台风天了。那这个台风天，一般来说我们讲的就是就是我们讲的可能就是当天，你在写这一句的当天，就是台风天哈，所以它是一个时段。那这个时段当然不一定是指今天，只是说你写那一句话或是描述的那个时间段哦，台风天风雨都很大，台风天风强雨大，这个好用，风强雨大，不错。那凯明老师的是刮台风的时期哈。那为什么要讲时期？因为它前面有写伊嘎巴斯蛋，夏天嘛哈，夏天不会只有一天，有台湾的夏天大概有2个月嘛，2个月到3个月，所以它是很长的，所以它中文翻译就写成刮台风的时期这样子。好，希望那个同学初学的可以分辨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句型5哈。我们先来看这个构词哈 ，katayar， 刚刚是 katayaran， 对不对 ？katayar 是加后缀，那如果是环缀呢，前后都加缀词呢 ，katayar 前面加一个 sakatayar，sakatayar 是什么意思？刚刚是 sakatayar 就是工作的材料工具哦。那如果 sakatayar 后面再加一个案呢 ，sakatayaran 就跟那个工具完全无关哦，就纯粹就是个人的一个欲望哦。sakatayaran 就是想要工作 ，sakapodian 想要睡觉哦，所以这个我们再把我们就练习哈。sakatayaran kaku i busung是台东哈，所以它是在台东干嘛？想要工作，所以这个中文翻译是我想要在台东工作，在台东上班。sakatayaran kaku i busung 想回家这样子哈。我们来试试看哈，利用这个 sakatayar 改变一下这个字根，看看能不能
好，造出一些例句哈。在这里我要先谢谢那个吴范老师还有智慧老师哈，他们常常提供的一些句子其实都很好用，我觉得可以初学可以把它背一背哈，然后在考那个中高级的时候可以用，很好用，高级的时候也是可以用。那我这边先说明一下，就是在中高级或者是高级的这个认证考试的作文，其实就是用这种句型的结构构词的方式去写作文，其实是很容易拿到分数的。好，我们句型学一下例句。Sekarang Sekarang 你要吃晚餐。Sekarang naman 你要吃早餐。好，有吗？如果好，吴范老师又提供了一个句子，然后请吴范老师来念。Sa kataon man kung ay 天要阴天了。Saka man，那个吴范老师，你是不是少写那个构词哦？你看那个虽然它虽然那个短慢后面是 an 对不对？可是它还是一个单纯词短慢它不是构词对不对？短慢它是一个单纯词。短是云。我听不太清楚呢。吴范老师，你再讲一遍。短是那个云，天上的云啊。短所以我们会说短慢。短是天上那个云。所以它是一个构词对不对？短慢是天空云想要，很像云想要很多这样。所以这个短慢，它会不会已经变成？因为这个在我们部落，它已经变成一个专有名词呢。就是，所以我们以前都会这样讲。如果是我啦，我会这样讲，它短慢难过都没爱，我会这样。如果是句型舞的话，它短慢难过都没爱，就是天。不过我们会说能不啦，短这样。短对。对我来说是现在才我家半岁这样。非常好，谢谢你的提供哈。这个短慢过都没爱，要我们这个天的天哈，我们要这个天气了哈，快要变阴了，这个短慢，那天要阴天了，或者说天要变阴了，或者天要变阴天了。我提供一个哈，我的提供只是跟那个吴范老师说多了个 an 啊，那我不知道其他的部落或者说老师有没有别的想法？像我就会这样想，短慢难过都没爱，会这样子。那刚刚吴范老师又提供说，短是云嘛，那短它变成其实那个暗它是一个构词后缀啦，短慢，所以它是一个构词，这样。好，我先请嘎赵老师来念你的例句。我来念哈。Kalafian mitilih harakno katayalan. Kalafian mitilih harakno
要修正，对不对？搞到老师这个好像要修正，好，我们就等你做修正哈。那我们线上的老师哈，或者是同学，像刚刚那个我发提供的这个例句哈，天要变阴天的这个，那你们部落会怎么写？会跟我一样吗？还是说跟我发的一样？不晓得。有时候这个部落他们使用的这个都会有一些小的差异。现在有一点小小的时间哈，因为那个高照老师在做修正，我先来查一下。M 是云彩，M， 所以加了 AN。刚才看那个蔡宗翰的哈，M 是云彩了。那如果再加个 AN 呢，它那边就没有显示了，短慢就没有这个字啊。我来看那个可照老师的这个句子。可照老师还是我念吗？好，我来念。Kalapian kaku iharakno katayaran. Kalapian kaku iharakno katayaran. 好，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哈，就是这个katayaran，它是就是放在这个 Kalapian， 想要吃晚餐啊。Kalapian kaku， 我想要吃晚餐。然后他后面有指出一个时间，这个介词啊，在什么时候？在工作，就是完成，就是工作完成之后，我想要吃晚餐，我想要在做完工作时啊吃晚餐。好，那我就先继续哈。如果你有例句就直接贴。我先往下。好，我们现在刚刚都是名词的字根嘛，那我们现在用动词的字根哈，也是 marching 的。那其实都是大同小异，所以我就稍微讲快一点。我先把这个动词的字根我先贴哈，先贴一下，等我一下。好，我先把这个动词字根贴了哈。那个同学可以先看哈。好，我们现在看这个 marching 哈。我这边使用的这个动词的字根是达瓦是笑。那所以因为它是 marching 的，所以我们讲达瓦就是在笑。在笑就是讲的是什么？是一个人的一种表情状态哈，在笑达瓦。所以我们不会讲说米达瓦啊。好，达瓦。那如果说达瓦要变成祈使句呢？这个马卡哈变成嘎达瓦就是要笑，嘎达瓦就是叫人家笑，嘎达瓦。所以它后面这个要有一个惊叹号，祈使句。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嘎达瓦来做字根，加前缀呢，加一个沙
这个达瓦也是一样哈，跟我们刚刚的其实都是很名形也好，或是名词的字根也好，是一样哈。达瓦笑的原因、笑的来源或者是方法，原因其实就是来源，笑的原因跟方法。这个达瓦，那如果是改成巴呢？嘎达瓦后面前面加巴呢？巴嘎达瓦也是一样，让谁笑，叫谁笑，使谁笑。好，如果是妈呢，会变成什么样子？马嘎达瓦就是被笑了哈。好，我们来看一看哈，它感觉像是一个被动式，对不对？马嘎达瓦被笑，马达瓦是笑，那其实就是嘎达瓦要笑。如果是被笑呢，就马嘎达瓦。我们先记一下哈。如果待会有不一样的那个形成的这个词，我们再来说。好，如果是嘎达瓦的字根后面加后缀呢，加 an， 好，嘎达瓦安，笑的时间，嘎达瓦安，或者是笑的地点。那我这边也有写啊，它也有可能就是在某一种情境，它有可能是指人，或者是一个事，或者是指一个东西、一个物啊。当然，就是要看我们选择的那个字根到底是哪一种。大部分的时候都会是时间跟地点，不过有一些字它可能显示的是人、事情或者是东西这样啊。好，如果是嘎达瓦加前缀跟后缀呢？萨嘎达瓦是笑的原因，好，萨嘎达瓦笑的原因或方法。如果后面再加一个按呢？萨嘎达瓦按其实就跟我们刚刚练习的都一样，想要笑。好，那我们来试试看这个例句哈。我先念第一句，句型一，马达瓦卡库多维朗马库，马达瓦我在笑，马达瓦卡库我在笑，笑什么？有一个对象嘛哈，维朗马库我的朋友，马达瓦卡库维朗马库，好，那个我贴了一些字根哈，我们再来练习句型一哈。好，我还是鼓励我们线上的朋友啦，可能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用手机哈，有时候在填写字也方便，因为手机蛮小的。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如果你手边是用电脑的话，可以多练习，写一下例句这样子。那如果线上的老师比较会的朋友，也可以提供你的句子，因为还是有很多是初学的啦。那希望他们可以学到更多句子这样子。我们就是彼此教学相长。好，句型一哈，试一下，这个也是最简单的哈。妈加上是动词的字根。那一般我在做翻译哈，像如果我用我刚刚贴上去的这个动词字根哈，老是，我是是讨厌嘛，那它其实就是就没有在的意思哦，再讨厌也不是哈，所以还是要看看那个整个句子的所要呈现的这个的想法来做中文翻译哈。好，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我爸提供的句子哈，我们请我爸来念一下。对，Mafikirai夫妇，Amitangiri好啦，阿妈听不懂中文。好，谢谢老师。Mafikirai，好，因为我们如果我讲 Mafikirai 夫妇，这样可不可以？好像也可以，对不对？Mafikirai 夫妇Amitangiri
对吧？荷兰，我们讲是那个哎汉语啊，中文啊，荷兰。刚刚我们老师这一句哈，阿嬷听不懂中文，荷兰，等于读荷兰，听不懂中文。那如果因为他这个我爸这边写马夫吉赖，他后面一个爱，那我提供的这个句子是没有后缀哈，他这边还加一个后缀。其实马夫吉尔及夫妇，其实这样也是可以哈。夫吉尔是什么？不会。马夫吉尔就是不懂、不知道，叫马夫吉尔。马夫吉尔及夫妇阿米吉尔，听不懂，你等耶了。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我告老师，你就是如果后缀马夫吉尔这个后如果去掉，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想表达的？那你待会回应我。我们先来看那个改造老师的哈，我帮改造老师念。Mengusul cipanai a bineneng tura a kaing mengusul cipanai panai 不好意思，或者说害羞mengusul a bineneng 的这个字怪怪的哈，等一下，应该讲能。先写一下能，好，我说老师你已经纠正了哈。好，我来念那个老师修正，我先念哈。我说几分内啊，能走了啊，个吧。哎，好，刚刚是因为把奈自己是女生，又不好意思看女生，也是，所以他改成个吧哈。把奈不好意思看那个青年，那一位青年。我说把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什么呢？阿明能读那个吧，看那位读那个吧，看那个年轻人，这样子啊。好，我来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Masyarakat toko flash， 哪里该toko for 月亮出来了，星星也亮了。好，谢谢 Alex。马萨萨，好，这是 Martin 的哈，马萨萨出来了哦。马萨萨多古弗拉，月亮出来了。马里嘎多古弗 S。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我以前也会这样哦，就是常常犯一些就是中文翻译的一些错误，就是我中文讲月亮出来了，有时候我们会讲马萨达古布拉，因为无法去对应了，所以这边一定要注意说，只要有度哈，很多的时候就是了，但是已经完成了，马萨达度已经出来了。马萨达杜古布拉月亮出来了，马里嘎杜亮了，也亮了。好，星星也亮了，这个是算中文的修饰哈。这样，因为两句的话，月亮出来了，星星亮了。如果说马里嘎杜古弗 S 星星亮了。如果要正确翻的话，就是说要吹毛求疵翻的话，就是星星亮了。不过因为两句中文在一起，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修饰一下，会比较好听啊。所以变成月亮出来了，星星也亮了。但是从主语翻中文的话，意思是不会变的，没有改变。我们请那个 Valius 来念一下你的例句。Mawagagako isika
巴斯拉。好，我刚刚过一洗干了巴斯拉，我躺在草席上休息一下。所以我来请教那个巴六少，所以你的那个巴斯拉是休息一下，对不对？一般来说，巴斯拉，因为它有没有一个？因为你看，我们从那个之前听几个老师说呢，我没听到，你再说一次。把这件事因为之前有听别的老师讲说巴斯拉，还有巴罕汉的话，巴斯拉的时间比较短暂，所以中文翻就是要有那个一下，对不对？休息一下这样子。好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我的自己的理解，巴斯拉是很短暂的时间啊。巴罕汉跟巴斯拉确实都是很短暂的，那休息一下，我觉得也没问题。好，马瓦杠就是躺下，这叫什么？仰躺啊。马瓦杠可以洗盖了就是草席。做什么呢？巴斯拉就是休息一下。那因为巴斯拉有时候我们都是翻成休息而已啦。不过因为巴斯拉它有跟巴罕汉都是属于短暂性的那种动作，所以中文翻译可能就是要多写那个一下，要休息一下。好，我们数学老师的例句我来念是吗？好，Mairul ci ina ci amaan Mairul ci ina ci amaan 妈妈想念Mairul 想念谁呢？ci amaan 好。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这个阿嬷，这个是受词阿嬷跟吉阿妈案这个要不要连在一起，还是要分开？各位还记得吗？之前老师，你帮我确认一下，我自己也忘了。这个因为上次那个凯面有讲过，这个是要分开还是写在一起？买东西呢，加麻案。因为我记得那个朱清玉老师好像他有严格规定，我自己忘了。那个等。是那个亚群不同，是不是？亚群不同才有分开跟结在一起的那个问题吗？没有，它是那个学者专家的意见不同，这两个都可以。都可以啊。OK。那个不好意思，凯明老师，因为你的声音很小声，所以我不是那么清楚。那我表达的如果有对或错，都跟我说一下好，所以我再重说一下像苏贤老师写的这个例句 ，My Lord in 加马案，分开跟这个吉阿玛案分开或者合在一起写，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好像是刚刚是说南斯阿美是写在一起的。是南岛语言学是写在一起，然后朱清也有这个理论去分开。好，因为你讲的很小声，是这样子我再回复一下那个葛大老师，就是
南岛语系的学者是提供的那个方法是说写在一起加妈案，但是朱庆老师认为应该是分开的，这个 DCI 跟那个阿妈案是分开的，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两个都是可以的。好，就这样子。我们先来请智慧老师来念你的例句。Mafirang tu kuratam tau, mamaan tu，那个人又生气了，又怎么了？好，谢谢马比让，好，谢谢智慧老师。马比让是生气哈，马比让度生气了。kuratam tau，为什么这一句哈？我们来看看啊，刚刚智慧老师的那个语气啊，跟那个人又生气了，是完全吻合的哈。可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用语气，因为我们如果单独来看这个智慧老师前面这一句哈，Mafirang tu kuratam tau，如果说没有刚的语气哈，我会怎么翻啊？那个人生气了，有了哈，Mafirang tu kuratam tau，所以没有又，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前面有没有生气，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生气了，Mafirang tu kuratam tau。可是刚刚智慧老师的语气，我有感觉到那个人又生气了，因为他怎么讲啊？Mafirang tu kuratam tau，Mafirang tu。那个我不知道我们初学的朋友能不能感觉到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阿美族的那个语言的奥妙。那Mafirang tu就是又生气了。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讲那个语气的时候，Mafirang tu只能感觉到生气了而已，没有又。这个可能还是要慢慢揣摩。这像比较会讲，像吴爸老师他们应该都是可以感觉得到，他又生气了，Mafirang kuratam tau，妈都又怎么了？所以这一句是没错的。因为这个老师他要提供他的语气，所以那个人是前面一定有生气，然后现在又生气了，所以我们讲又生气了嘛，Mafirang tu。如果是这样讲呢，Mafirang tu kuratam tau，这样讲的话，只会翻成那个人生气了，Mafirang tu kuratam tau，那个人生气了。他前面有没有生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现在生气了。好，我希望你们听得懂哈。好，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时间剩下7分钟哈，我们把那个剧情要讲完好了。好，那个嘎达瓦加前缀呢是嘎达瓦，好，这个就我们刚讲的这个嘎达瓦那个好笑的原因跟方法啊。达瓦，好，我来念句子。Usakatawa aku tuwisang makupunya semak. Usakatawa aku tuwisang. Usakatawa aku tuwisang。我笑朋友的这个原因哈，Usakatawa aku tuwisang maku，我的朋友，我笑我的朋友的原因是什么？古尼亚什么这件事啊？那翻译的话，正确翻译的话从后面翻，古尼亚什么？这件事是我笑我朋友的原因。Usakatawa aku tuwisang maku punya semak。好，我们利用这几分钟啊，剩下的5分钟来写那个句型2啊，写完我们差不多就下课了。Usakatawa，好，句型2，笑的原因，笑的方法。那到底是原因还是方法，就要看你所表达的这个结构跟你的概念。
啊，有句型吗？哦，那个现在还没有句型哦。我现在问刚刚好那个智慧老师，我刚刚解释那个马菲龙都不知道当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可以啊，对哦，可以，对，所以你也是那个意思，对不对？就是用那个语气，用语气来很重要，语气很重要。好，好，我爸已经提供句子了，好，我们请我爸老师来念。我来过萨卡夫店吗？我睡觉的原因是我累了。好，谢谢我爸老师。乌鲁赖是疲倦，是疲累。乌鲁赖，这个乌是那个它是可谓标记啊。我们有时候可以翻成是啊，乌鲁赖是疲倦，是疲倦。乌达嘎夫店，好，达嘎夫店，所以它这个是原因的哈。睡觉是嘎夫店，睡不店，睡觉，不店是睡觉，萨嘎夫店，嘎夫店是去睡觉，那萨嘎夫店呢就变成睡觉的原因。我睡觉的原因是什么？是如赖。我之所以睡觉是因为很累。那这边的方法是，我睡觉的原因是我累了。好，那老师的这个翻译，也是对了哈。但不过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哈，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先不要修饰中文，就是我们的在上课当中哈，因为我们是在做练习，然后尽量把我们的中文翻译贴近我们所写的这个主语。所以我睡觉的原因是疲累，或者是劳累。我睡觉的原因是疲累哈。但是我想要再做声明一下哈，有时候我们不会把那个，就是我再回头会看一下这个达瓦这个红色这个原因哦，笑的原因跟方法，有时候我们不会写在中文翻译里面，因为这个有时候会被那个被汉人诟病，或者是说不熟悉这个语言的去诟病，就是说那个原因是哪里来的？中文字的这个原因在哪里？你找不到。哦，有时候我们会被人家这样问哦，你看啊，我再念一次那个吴范老师的哦。乌鲁赖古萨嘎夫店马古，我睡觉的原因是劳累哦。乌鲁赖，那人家就会问，那你那个原因这个字在哪里？就会问哦。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啊？因为我们就是说，因为这个萨嘎夫店这个就是有它的一个原因或一个方法。那为什么会出现？是因为我们要让中文能够让人理解。那会怎么翻呢？我这个没有办法，在这一句里面就没有办法省略啊，因为如果省略，就在中文就很难理解了。那我睡觉，我累了，就会变这样子。这个不对，那么我睡觉，如果把那个原因去掉的话，我睡觉，我是劳累，我睡觉是劳累，就会变成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原因或方法在中文里面就要写出来。所以我睡觉的原因是疲累，这样子啊。像我老师刚刚修正，我睡觉的原因是疲累。在这边的中文翻译还是要把这个原因写出来了，不然的话，
还是很难听得懂。好，那这个以下是我的这个说明的跟翻中文的一些方法哈。那我还是希望我们的线上的老师同学哈，尽量在以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是不要害羞了，刚刚说就是把你的知道的写出来，因为有时候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我并不绝对认为自己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也都是才疏学浅，那如果说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主要是能够帮助那个线上在学习的新朋友，就是初学的，可以帮助到他们这样子。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哈，所以我们就准备下课哈。那我们今天是上到那个句型2而已哦，所以我们下次是从句型3开始上。好，那个还有一句哈，看看大家要不要听一下，就是改造老师提供的。这个是修正吗？还是新的句子？好，我来念哈。Usahakan musuh aku dunia kainku bangsalai fishing murah。这个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宁拉哦，